由廣東大廈同南京金陵飯店、杭州西湖國賓館、廣東溫泉賓館聯合舉辦嘅江浙粵美食薈萃季第2站正式開幕啦！活動為期1個月，3地4間酒店嘅廚師團隊齊聚大廈，共同呈現江浙粵特色美食啊！杭州西湖國賓館炸溜大黃魚，將黃魚精心切割成牡丹花狀刀紋，裹上一層白粉之後，投入滾燙嘅油鑊之中。廣東溫泉賓館呢就推出咗黃椒醬蒸松葉蟹，採用日本北海道深海松葉蟹，配以海南嘅黃燈籠辣椒同埋野山椒等原料，經秘製方法發酵1夜形成嘅黃椒醬同松葉蟹一同蒸製。南京金陵飯店銀杏烤剝河蝦仁，金陵之美不僅在於其歷史，更在於其美食。手剝河蝦仁係江南地區百姓餐桌上出現頻率較高嘅一道菜，而我哋嘅東道主廣東大廈則推出咗鮑汁海參扣原隻鵝掌。海納百川係粵菜根基，喺用料上呢道菜食材挑選獨具匠心，既蘊含4季佳餴嘅滋補上品，又有肉質鮮美嘅爽口美味。11月17號至12月17號嚟廣東大廈嘗鮮啦！